阮楚家乃是武林世家，一向不拘俗礼。我看你毋免接玉凤倒转去。我无接伊倒转去，你要怎样去迎亲呢？唔免迎亲不要紧，后日就当作讲老夫伫咧娶新妇，也伫咧嫁查某囝同款。是啦是啦，啊，阮吼当做玉凤吼是阮的亲查某囝同款。 啊，我嘛已经老早就甲伊准备这个嫁妆准备好啊咧。老爷，夫人，我明白恁的意思，你是恐惊讲我无能为玉凤办嫁妆，才是有这个办法。那安尼，我要哪好意思接受咧？王大人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后庙咯。既然甲同一家人，你何必这么真客气呢？是啦，王大人，千万都唔通客气啊！ 那安尼，多谢老爷，多谢夫人。要不我好来等啊。干儿，你赶紧送王大人出去哈。是。王大人，请慢行。楚江魂虽然讲伊出身武林世家，但是伊是一个不好无术，人个生好歹去大哭。每一天只知讲跋筊啉烧酒，重色欺人。你假使若嫁予伊，一世人就了。我真是替你可惜。不过我若听到那尔，因两个糊涂，实在无应该将我配合。
咱自细汉开始，每一工就斗阵做伙去练舞。我对你的真情，你敢会讲唔知影？后个月我就要嫁去楚家，即马讲这是要创啥？你知无？会用对我走。讲啥物？恁应家有的是金银珠宝，你只要凊彩杀一只走，就够咱生活一世人。我用带你去云游四海，做一对新鲜夫妻，敢无为嫁予迄个楚江魂的戆后代较好势？好，我愿意对你走。是你，你哪来遮？李先生，想要到你来这所在？怎样？你看的惯是心，安尼好嘛？你先去等于紫云山庄，要若无，你求楚江魂，手伊收留你，我绝对袂来阻止。林红，你莫阁用这套来，你毋是我正式娶的某。在我的目睭内，你到这歌曲完全共款，无啥差不多，无差不多，哈，来，来，陪我饮烧酒，我对不起楚公主，竟到无资格通我做伊的母亲。看来我只有是第二摆的逃婚，离开楚家，归依父母，以偿我满身的罪孽。大啊，一挂好客吼，拢要等你去啉3杯酒啦。啊，讲你若是唔去吼，大家拢要来车甲你闹洞房啊！你紧去啦，紧的啊！大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大先去啉吼，啉3杯酒，啊，若是超过了后吼，老细才替你啉。啊，若是所有的代志你放心啦，无问题啦。你紧去啦吼，所有绝对会原谅你的啦。所啊。是嘞吼，歹势你较忍耐一下吼。韩英，拄啊九上天。甲伊张公，因两个人是咧讲什么话？
伊是去甲何客敬酒啊。何客早就散会咯。拄啊咧大门口，我有看到一个汽车婆，参长讲鬼鬼祟祟，唔知咧讲什么话。也毋过阿舅啊，认为伊会当出来，伊是水莲花树下。这真显然啦！你对着柳霜天，一片真心来对待伊，原来是什么话呢？到现在，你总该讲我啦，吼！好，阿舅我这时大人来厉害水电河，替你出一口气。来者，免你费心，我要亲手杀死这个贼婆。你袂出嫁，我全忍心。你袂晓安尼死做，你袂晓安尼死做。
莲娥啊！甲做工分，早日完婚拜堂。你是安怎？哪会突然间改变你的主意咧？因为我发现你并不是楚江文的未婚妻尹凤婷。莲娥，你莫问我是安怎知影这个原因。 楚江文已经也娶了，我也是甲伊含冤拜堂啊，为要完成就任，别我就爱行到这点的目的，但是我知影必须要我要用生死来伫咧牺牲。莲娥。 你免为我担心，我早就有准备，将生死第四道无论安怎，我就要来完成就我的任务。我只有唯一是最担心是你。莲娥。 假使你若肯听就我的劝告，远走中原，另找婚配，我就免为你担心了。莲娥，你答应，你答应我好。 答应你远走中原，我就是无法度，当答应你两条婚配。莲娥，大啊，代志满啦。迄虽然吼，甲替阿娘两个相当，即摆已经拍起来咧。 虽然吼，我好心摕令牌要放你走，你唔肯走，即马我只好送你去王死城。嘿，嘿，嘿。